电影放上头，咱要来看明年2025年双北共同举办的世界壮年运动会，目前当伫咧报名的阶段。不过根据调查，有7%的台北市民唔知影有这个活动，而且有8%外的民众唔知影讲，只要满30岁就会当报名。主办单位回应讲，目前报名的人数是已经有达到阶段性的目标，所以嘛会加强宣传。也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嘛已经有报名乒乓的这个项目，希望会当鼓励更较侪人做伙来参加。甲体奖的学生比出准备要开始走的趣味的动作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参加市长奖的颁奖典礼，虽然获得10奖，严格来看，双北伫明年要举行的世界壮年运动会报名是正冷清。台北市研究会调查，有7%的台北市民唔知影这件代志。没有听过诶。伫目前海内外有1万多人报名参加，而且外国选手只敢若3000人，离外国选手参赛者爱1/3的目标，抑阁差真多。因那国内民众虽然只要是满30岁就当报名参加，不过真侪人就算知影，也无想要参加。不会。为什么？他只要30岁以上就可以报名。啊，我真的老了。我知道有这种东西，但是体力不够，没办法。台北市政府编3200万来行销，为明年要举行的世壮运来加强宣传。执委会办公室表示，目前报名的人数已经比原本估计7月17有10500人报名，提早达到标准。台北市长蒋万安也报名参加桌球项目，希望鼓励更加侪人来参加。我们会持续的加温，而且透过各种管道跟形式来宣传，包括我们体育各单项协会、很多运动的团体、大型的赛事。同样的，我们会持续透过网络、社群媒体的行销宣传。执委会表示，除了透过各种体育的单项协会、加大型的比赛、精准的行销，下半年也会继续推出赛会主题曲、形象影片这款借由网络社群来加强国内外行销的力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